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 Jenny 啊。由於自身嘅體質問題，經常會因為轉季、捱夜等各方面因素而導致免疫力下降。最頭痛嘅係咧，每到3-4個月咧，我就會有一次呼吸道感染喎。一到感染嘅時候咧，就會咳嗽啊、感冒啊、喉嚨痛啊，咩都嚟齊晒。咁我梗係唔想食咁多藥㗎啦。好彩啊，有呢個嚟自馬來西亞嘅潤肺黑科技 Prime S 虎乳滋潤肺清救咗我。呢度裡面包含嘅除咗虎乳滋菌核提取物之外咧，仲有冬蟲夏草啦、接骨木、乳香同埋木桔呢幾種萃取物㗎喎。而呢個 Lignode TM02嘅專利技術啦，係可以透過培植而喺虎乳滋菌核最佳嘅時機收割，從而確保咗最高嘅營養價值啊！佢除咗可以改善我哋嘅呼吸道感染啦、止咳化痰潤肺啦、緩解我哋嘅氣喘啦、舒緩喉嚨嘅不適之外咧，仲可以增強免疫力。喺呢度咧，我非常之推薦一啲好似我咁樣，因為換季而容易導致呼吸道感染嘅人群啦，同埋經常坐辦公室吹空調吹到肺都乾嘅人啦，仲有一個吸煙人群，都可以試下我哋呢個虎乳滋潤肺清。